好来，乡亲啊，明仔载就是元宵小过年咯。传统的风俗都爱食元宵，代表平安圆满。但是乡亲啊，你敢知影这个传统的元宵圆是要安怎做呢？讲这个学问进深哦，包括这个材料，包括咱的手头力，拢爱真讲究。师傅将事先传好的温水料放入拢是糯米粉的干锅来开始炼元宵。那炼温水一圆一圆包起，上少要重复10摆以上，才有到炼出一粒一粒巴甜的元宵。滚圆的技巧，它的滚动让元宵能够算很圆，那一层一层的裹上去。讲起来真辛苦，而且因为干锅的限制，一摆敢来使炼20几粒，是讲对民众爱这味。很 Q， 就是它算是麻糬有没有？刚煮好这样子。台中嘛有生意人，每到元宵的时，拢会开始卖传统的手工元宵，今年准备5万粒，这4天尔就卖了去啊。没有了，今年的量都被买走了。因为我们今年的量特别多，我们师傅要从早上的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的8点，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。生意人讲，传统的元宵做的时间爱较久，虽然外形无像机器做的遐圆，不过食起来皮会较 Q，有淋猪油，包起来较香，嘛较有古早味。